继续来看这个日月潭，最近这几冬来，互外来的鱼种、鱼虎来侵入，这种鱼仔真歹，开喙一个家，就会甲其他鱼仔夹做两截。加上这个9月到10月是因的生炭期，攻击性就会更较强，所以就有人担心咯。这个9月26到27要举办的这个日月潭的引渡游泳客可能会去用鱼虎来攻击。专家讲，若是挖近有这个树黄的水岸边去搅扰到鱼虎来生卵，确实有可能会去互攻击。但是只要卖挖近因生卵的地点，这个鱼虎看到人是会自动来闪开的。吹真大空，这是侵入日月潭水的真歹外来种，叫做鱼虎。若对着较大型鱼仔，鱼虎会一喙将对方夹做两截。每年9月份到10月份是生炭期，攻击性更较强。之前有民众伫日月潭掠到120公分的鱼虎，有人烦恼讲9月26到27要收过日月潭，敢会好这款的鱼虎攻击？万人涌渡，我们一下子人那么多下去，日月潭在这个鱼群依照它的习性，它就会自动分开。县政府认为讲风险真低，不过专家原是提醒讲，较暗的水岸边，也是码头骹，这是鱼虎生卵的所在。你若去挖近，有可能会被攻击。侵犯了它的妇幼的这一些区域，它才会出来攻击人。专家讲，若要去犯到鱼虎生卵的所在，鱼虎一般袂讲攻击，所以讲参加游泳人要注意，尽量伫较快水域，莫绕过旁，安尼就袂好鱼虎夹。